为着要拼2003-02的减碳目标，再生能源变加真重要。新竹的民生科大上圳一点，开全国头一个风力发电的学士学庭，希望会当栽培绿色能源的人才。2030减碳目标和再生能源更加受到重视。再生能源厂商讲，目前台湾这方面的人才，较侪也是外客国外。这几年受疫情影响，外国人无法度入来，已经造成台湾风力发电产业的困扰。这毕竟产业在台湾是一个新兴的产业，那一切都是从头开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一些外国的技师可以帮我们一些训练人才哈，但是长久来讲，因为这个台湾是一个20年、30年甚至50年以上的产业哈，我们需要本土的人才加入这个产业。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国外的工程师，在那个整个的疫情的这个管制，其实是进不来的，然后也出不去，所以其实就相对的更凸显我们在做发展的时候，我们国内的人才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非常急迫。上圳这方面的需求，再加上新竹乡真出名，民生科技大学成立全国第一个风力发电学庭，每年按算招50个学生，替台湾培育更加多再生能源人才。我们需要的人才是2万人，如果再继续下去是3万多人，每个产业都需要人，就像我们第二个半导体的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做谁做。学校讲未来可以参德国、西班牙等等10外国内外厂商合作，逐年推荐优秀的学生到国外实习，提升产业发展，也培育台湾风电产业本土化的人才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